我讲一个公案给我们世界各地的莲友们、我们的法师们来介绍一个内容：不起贪念，不可以生起贪念。为什么？以前有一个算命的相士叫做袁尚宝，他的朋友家中有一位童仆有一次袁尚宝为这个童子看相，认为对主人非常不利便说服朋友赶走这个童子。这个童子被赶走了之后，就寄宿在一个古庙里面。有一天晚上，这个童子在墙角破衣堆里面捡到了100两的银子。当他想拿取的时候突然间转一个念头，想到我命不好才被赶出来如果我再拿这些东西，恐怕老天爷都不能包容我我不能有贪心于是他就待在旁边，静静的等待丢失的主人。第二天清晨，他看见一位妇道人家边走边哭的走过来，童子询问以后，这一位太太回答说：我先生是个军人，受人诬陷，被指挥官处死了。我筹钱想要救他，没想到在庙里面休息，却遗失了这个银子，恐怕我的丈夫是必死无疑了。这个妇道人家所遗失的财物，刚好跟这个童子所识获的银子相符合了，于是这一位童子就把银子还给他。妇道人家的丈夫也因此而脱罪了。妇人十分感念这一位童子，到处宣扬他的德性。指挥官听到以后十分的讶异，就拜访这个童子。由于他年老无子没有孩子，看见这个童子很英俊聪明，便收他为义子了。几年过后，这个童子就继承了指挥官的职位，回去拜谢以前旧的雇主。主人很感叹的就说了：没有想到相命先生袁尚宝的相术真的有偏差了，所以他就想留这个童子在家里面，等算命的袁尚宝先生来了之后，再叫这个童子端出茶水。袁尚宝大吃一惊，认出来了，就是这个小孩。主人就骗他说这个童子无依无靠，所以回来了。但是袁尚宝就笑着说：你别戏弄我好不好？他是一位三品武官面貌跟他的精神跟从前完全不同。难道他曾经做了什么善事吗？童子就说出他的经历把过程原原本本的讲述一番。所以各位，一念善就得到善果，起心动念能改造我们人的命运。命虽有定数，但是肯认真的积善、积功累德，当利益众生的愿力超过你自己的业力的时候，便能够扭转自己的命运印光祖师告诉我们，念佛方能消宿业，结成自可以转凡心。各位，我们人来转世投胎，不是只有1次2次，是几百次、几千次、几万次。我们每一次转世的过程，一定有很多善跟恶夹杂，造了无量的罪业。所以我们来人世间，不是来报恩，就是来报仇；不是来讨债，就是还债我们活在世间是来受业报，所以我们必须赶紧利用此生此世，我们要有知见。知见就是你的看法要端正，一定要正确，不能偏差。那这样子的话你才能够创造光明的前途，不会生生世世堕落在恶道，也不会每一世转世都非常的贫穷，印途都非常的暗淡、悲惨、可怜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们知道我们这一辈子好不容易能够听到佛法，了解到一切都是在因果当中，你种的善因一定有善报，恶因一定有恶报，不是不报，是时间未到。所以我们学佛的人最重要的一定要有因果观念，我们不能起贪念，不是
我的东西，我绝对不去占有它、贪取它，我丝毫都不会拿取它。我们要清清白白、光明磊落。那这样子，你的人格高尚，人品是最大的价值。我们如果能秉持这种生活理念，以后一定多到很好的果报，一切都一帆风顺，贵人明显，身心健康，家庭非常的安乐。我们要奉劝世间人，应该要警惕，要好好自我要求。希望我们大家努力来学习，感谢大家，阿弥陀佛。